台南有一个农特产品再次成功骑上国际舞台。23日伫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澳洲食品展甲拓展成果发表，其中为摕9位率团前往澳洲参展。不仅伫布里斯本、黄金海岸以及雪梨展现台南农特产魅力，更成功拍开市场通路，创造破亿订单价值。我们这一次参加澳洲食品展，成果丰硕。那我们其实过去在东京食品展经过几年的很多年的耕耘，大概有接到4.2亿的订单。那新加坡大概接到2亿多的订单。那这次澳洲第一次出击到澳洲，我们就已经接到破1亿元的订单了。这个真的是我们厂商回馈的这些成果。那这一次由于台南首次前往澳洲，但是非常感谢澳洲台湾商会许多好朋友大家的热烈的捧场跟支持，很多东西到展场会场都一扫而空，然后订单也是满满。阮摕指出，虽然台南部分的农特产因为气候影响产量减少，但展会成果显示，国际市场需求量大。未来若是拄到大出，将唔免阁烦恼欠缺销售的管道。虽然今天有些台湾的农产品大概是减产的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柚子啦、芒果啦都有产量都有受到气候的影响，有一些受影响，但是我们把通路已经打开了，前面的康庄大道已经开始在铺了那未来如果等到我们盛产的时候，就不用担心没有通路。除了农特产品受到喜爱，真侪观光产品嘛得到青睐，但由于各国食安法规无同，需要甲国际厂商建立讨论沟通的管道，因此特别感谢上恩院的协助帮忙。除了农产品之外，我们还有许多加工品，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。但是各国的这个国内的进口的规定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必须客制化的，也跟厂商来跟他们沟通当地国家的这个食安法规。因此呢，我们特别的谢谢这个商研院帮忙来沟通这个法规。农业局表示，参展不仅提升台南农特产品的能见度，更展现台南农业创新甲韧性。希望借由这次伫澳洲的成功经验，推动更多在地农渔特产骑上国际舞台，也让世界看到台南的美味甲价值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